今仔日台亚系统要带大家听新闻、学台语，互你的生活更加趣味。咱为这条新闻来讲起，讲到过年，大家去庙里行春求财求平安。桃园南崁五福宫是三级古迹，福赛历史上介久，头一位财神爷。庙里有叫做天炉，这嘛有600年的历史，是财神庙镇宫之宝。顶面有金钱图，代表金银财宝满厅头，珍珠玛瑙伫阮兜。信徒认为讲过年这段时间求财上界灵祥。古早人讲五福难得求，富贵财主收。自古以来，五福难得有，若求得五福就唱大秋。今仔日带大家到桃园五福宫祈求五福临门大丰收。要安怎求财神嘛？受撇步，带大家走过来去看卖。庙外金牌，金光呛呛滚，亲像乌鱼炒米粉。写国家列管三级古迹，是国家挂保证、内政部认证的国定古迹。山不在高，优先食名；水不在深，有良食灵。桃园南崁五福宫360多年来香火兴旺，信徒认为武财神有保庇，地印重优质。就是我们从一开店开始拿货的时候，发现这家财神庙，那每次拜完回去，就整个都会很顺。应该是说金钱方面有比较顺遂，就是事业比较稳定一点，遇到什么事情会比较可以迎刃而解。入来到庙内，抬头一个看，顶面一块匾写“南崁五福宫开台现代元帅”，是全台湾历史上介久的武财神庙。本来有5个砖头，才号做五福宫。奉祀现代元帅武财神赵公明，嘛是历史上介资深的财神爷。庙里保存上古的文物，就是五福宫第一宝天炉。要求财，嘛有撇步。人讲年年春，年年富，今年要公牛，明年要老阿厝。来到五福宫要求财，要先把手过炉了后，再来到天炉顶面，望代表金钱的金钱图，刷来洗一輪，或者是洗3輪。再把雙手放喺金錢圖頂面，把錢買起來了後，放伫落地啊，代表講望天爐，人人有前途，啊若望圆圆，大家大趁錢。天炉是清朝道光3年的时阵留落来镇宫之宝，嘛有200年历史。金钱图代表招财招宝，每一面拢是代表珍珠玛瑙无价之宝，保庇信徒参园拢总到，金银财宝满厅头。庙里第2宝是苏家公纸筒，内底苏家公是金纸，纸屑代表财库，钱财第2、3库。差不多1、2年，我拢当一个真水的小姐，真少年，30外岁啊。伊大概拢摕大笔的钱，可能5万、10万，安尼来做搭谢。啊，我嘛有甲问过，伊就甲我讲，伊是做咱房地产、土地开发的。因为我就是之前是半工半读，然后找工作那些都蛮顺利的，然后就是工作环境啊，然后找到的工作也都是偏向于自己理想的。听讲日本时代有一届做风台，酸断甲真严重，规电款的时乌道抓血。一个要掠，满山拢是树，师傅找无牛，拢无看。过顶年落成，出现一阵蛇，1万年煞无看。信徒认为是财神爷的使者。香火在里面啊，那么会有这样灵性发出来的，不是鬼面啦。这个地里有一个抓血，蛇穴。那么蛇穴那里有暑假宫，那死蛇宫它那个眼珠的时候看了也是会发亮，通。专官啦，伫房地产上好呀，上拍拼。一个土水工，这50年内底，听讲变甲咱桃园的这个房地产的富豪，应该是阮这信众。问神对唔对？看身世就食药。古早汉医会用蛇皮做药材，宗教上号做蛇符。五福宫的金纸号做苏家公，已经算袂清楚数量偌济。有一寡信徒来求清凉衣纸皮，相信早日身躯会当招财保平安。阮即款伊一阵仔就脱壳嘛，所以就脱壳，阮嘛拢甲收起来，人就转来摕去吼。比较普遍的，讲较有皮肤病的迄都用迄纸皮啦，那么就伫迄个皮肤顶头，那么给打起来。因为身体比较不好啊，然后就是之前有来这边求过啊，然后拜拜这样嘛，然后就感觉到就是身体有变比较好。若要讲到庙里的历史，毋若是含风沙讲甲单，可会当倒爬算到360多年前，甲郑成功的军队做伙来到这。
现代元帅新村无偌久封做五福宫的武财神，来到五福宫求财，请财神爷赐宝，也就是平安符。来到五福宫，真侪信徒拢会向财神爷来求平安符，爱向财神爷禀告你的生时日月大名，还有地址。财神爷若是赐你一个想杯，就会当得到平安符。20几年了，我去中国大陆杭州，结果他们那个农场要我说不要去住饭店，你要住我们的招待所。结果那个晚上我睡到1点多的时候，人马上挥着觉得很不，好像有什么来跟我侵扰，赶快把这个平安符拿起来放在身上，叫我说赶快走，你赶快走。我4点多爬就赶快醒起来，赶快就爬就走了。第二天我问他们说怎么样，因为那里面是有我们2门坟墓。若武财神赐财赐平安，人讲娶一个好某，看爷做主，向元老求姻缘，姻缘地啊红丝线，保庇找到好对象。祝青娘保庇好伙来调机，好囝来出世。当年过年，庙方拢会传8万外的宝钱给信徒，保庇信徒富贵财主寿，五福临门，事事如意。记者郭义中、陈世忠，台湾报道。